今集係我哋豪宅系列嘅第一集。我唔知大家對豪宅有咩要求啊？對我嚟講呢，起樓個設計嗰個職位用得到，住入去呢，每間房間或者每個功能房呢，可以各司其職。如果連埋個室內設計要豪華得嚟，仲要實用。如果室內設計師覺得需要，再可以將啲細微嘢嘅佈局再改善一下就更加好。今次同大家睇呢個豪宅，地段係淺水灣，每個分層單位都過億，就睇下建築師同埋室內設計師點樣將淺水灣呢塊豪宅地段喺2025年嘅今日做出一個今代嘅豪宅，仲可以帶出較現代感嘅室內設計。早幾個月都參觀一個項目，亦都係我會追蹤嘅其中一個發展商，因為佢嘅掌舵人都與眾不同，就係太古前大班，中文名亦做簡基富。之前參觀過33號 Kennedy Road， 亦都係今年香港建築師學會2025年年獎其中一個單棟或者雙棟入圍名單其中之一個項目。建築師學會會根據建築物嘅功能分類，包括住宅建築、商業建築、機構建築、混合用途建築等等嘅8個分類。詳細就放喺下邊嘅說明文，有興趣可以去香港建築師學會嘅網站了解一下。我就會預計呢個33號 Kennedy Road 將會獲獎，得獎嘅結果應該在今年公布。睇翻之前嘅片，可以按翻右上角連結可以睇到，又或者下面說明文都可以揾到連結。我中意呢個發展商就係中意佢用料開積，有獨特設計。就同大家參觀一個同血園真正豪宅地段，喺淺水灣125號，豪宅項目名稱迎夏。記載住過百年歷史，1940年嘅飛機頭已經影到淺水灣125號嘅位置。當時係2層樓嘅大宅，喺60年代重建為12層樓嘅住宅大樓。2000年簡基富集團收購咗重建，變成今日嘅迎夏。由1樓至11樓，全部都要 duplex 複式單位，總共有5個。每戶嘅實用面積有3957平方尺，而12同13樓連埋頂層嘅天台，亦都係以一個最尊貴嘅複式單位出現，所以成個項目總共有6伙。高度方面，層與層之間由1樓至12樓都係3.5米，而13樓就去到4米。發展商嘅宣傳單張就話以星形嘅平面設計出現，用我嘅語言去解釋，就用咗不同長度4邊形，以不同嘅角度向中心連接埋一齊。你正面睇座大廈就以為平平無奇，細心啲同唔同角度去睇，你就睇到每個平行4邊形都開咗角窗，引光入室，將前面嘅海景、後面嘅山景通通可以引入室內。外表睇只係得12個分層，再加一個天台，其實每2層就組成一個複式單位，而下碟只會停複式下邊嗰層。每個單位都內接樓梯連接上下2層。原先1樓係咁樣，部分間隔會有小變動，而2樓都係，主要都係洗手間裏邊嘅間隔會改，即係話發展商會揾到室內設計師加咗個設計以現狀賣出去，而3至11樓呢4個會用清水房形式賣出街，留待買家自行裝修設計。而12同13樓呢個頂層複式單位亦都經過小型工程重新裝修設計，由 NG Fu Studio 操刀，由傅厚文先生室內建築師處理。之後呢一間係用旋轉樓梯，亦都係將會參觀佢嘅設計單位。而 lift 主要嘅出入口就設置喺下層，出 lift 之後並非私人入戶大堂，而分層嘅公眾 lift lobby 上多一層呢個面積就歸入翻自己單位裏邊。喺設計上邊就規劃做家庭室。其實開則開得好好，每一個新鮮出嚟嘅平行4邊形都分為每個唔同功能空間。就用頂層12、13樓複式作例子，我哋先講下層有閱讀室、客飯廳分咗2邊，另外就係廚房、姐姐房，為5大分區。洗手間就喺樓梯旁邊。當然每個4邊形角落都開咗個角窗，不論室外或者向翻露台個角一樣有窗。先同大家分析咗個圖則，其實即使開則係一定有佢原因。我哋先行下邊嗰層先啦。大門旁邊2道牆身專晒做有紋理嘅磨砂玻璃，等光線更加容易去到 lobby。直行推開玻璃就係露台，
望下旁邊嘅角窗啊，又唔會遮擋露台嘅視線。左邊有一個大大客廳，四處都有角窗，就算坐喺唔同嘅方向，一定望到窗。拉開趟門，有半腰露台望向淺水灣。大廳後邊就係書房，亦都可以望到前後景。大門右邊就係飯廳，每一個功能區一定有房門做分隔。睇下個海景角度，除咗係正面窗，仲有個角窗，望出去嘅立體感更加強。豪宅要有個名牌廚具，佢一定有。不論準備食物或者烹調時間，係唔係好隨意、好輕鬆望到窗外景觀，就唔係個個豪宅都有。取決就係建築師點樣開則，同室內設計唔係太大關係。雜物房嘅區域裏邊都有獨立2間姐姐房，牆身邊位好多時都俾護位包住。我哋上層之前再了解一個平面圖先啦。上層加下層總面積呢就有4022平方尺，而上層活動空間係作為家人嘅寢區，亦都有5大分區，而中間就係家庭廳，包括2間家庭成員嘅客房同主人房、步進式衣帽間、主人套洗手間同家庭成員嗰邊嘅洗手間。同樣地，每個角落都有窗。跟隨住旋轉樓梯再上，旁邊亦都係另外一個洗手間。牆身全部都係淺米色嘅天然石，佢所有洗手間最特別呢，都加翻啲木器，中和翻牆身冷冰冰嘅天然石感覺。由於頂層複式，仲有一條外置樓梯可以上到天台，所以洗手盆頂上面嘅斜角就係樓梯底嘅位置。成員房間好少見，一間房裏邊有2張雙人床，可以俾屋企嘅小朋友2兄弟2姊妹一齊擁有一間房，各自可以用翻自己2張書台。要細心先留意到設計師嘅心意，長長幾幅門身構成交錯圓形嘅波浪紋，櫃邊同牆身收邊並唔係只有平時嘅1個弧度，現在用上3個弧度軌跡而造成。出邊有個小露台，可以將2間房接通。行到走廊末端就係另一個洗手間，攬物型浴缸後邊分別係右邊嘅淋浴間，左邊係魚翅區。成個雙星盆嘅台面承載毛巾嘅層板，全部用上碧玉般咁清澈嘅天然石。有冇執着嘅設計師？你係睇佢櫃桶面板嘅上端，又用上3個弧度軌跡而造成。每一個功能房都有門，包括呢個家庭廳。遠睇露台窗係弧形，真實嘅環境都係一套弧形窗，並非攞垂直面駁成一個弧形。主人房橫向嘅幅度比較大，擁有一個雙邊轉角窗，面向西南，背山面海，真正緊抱呢個淺水灣。木就帶來溫暖嘅感覺，成個地板橫直去鋪砌，構成呢個圖案，望落去都好大方。我估計就唔係地板，係木方，長度就3:1。所有嘅豪宅一定主人套房同主人套洗手間2者之間加多一個空間添，就係呢個步入式衣帽區。面積嚟計，細過頭先嘅主人房少少嘅啫。男主人同女主人可以用翻左右兩邊嘅角窗，成為自己嘅打扮空間。台面嘅天然石好似碧玉咁通透，呢種天然材料都要帶入去洗手間裏邊。所有豪宅級嘅項目，永遠打動買家就係細心設計。由於你項目以現樓發售，你買得佢，某程度上都欣賞室內設計師嘅設計。整個項目嘅室內佈局，男女主人都各有各自嘅空間，色通簡單柔和，配合翻後邊嘅翠綠山景，前面嘅海景就好簡單自然風格。
頂層複式上天台就要經後樓梯，亦都伸延咗3個平行四邊形嘅區分。如果電梯上到頂層就完美啊！一邊係燒烤區，前邊係放咗一張大餐台，對住淺水灣海景。另外一邊就低個平面跌級式嘅聊天空間。今集豪宅系列就睇到呢度，跟住仲有一系列嘅2000零3000尺嘅單位，仲會有啲獨立屋嘅出現添。有興趣跟我哋一齊去睇豪宅，就記住訂閱，俾埋個 like 或者分享翻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即使開則開得咁靚，你唔好以為淨係得個轉角窗咁簡單。每層樓都有白色湖邊圍繞住整層，功能就遮擋中午時分太陽光直射入屋，減低曬咗室內，避免溫度提高。要做到呢個功能，早喺窗上邊伸延得特別出。功能就係我平時講開嘅簷篷，伸得出就會阻住上下景觀。建築師嘅設計上邊就會咁樣處理，每逢條邊近住嘅角窗位置就會收窄，減少影響景觀問題。唔單止咁簡單啊，喺5個平行四邊形伸出嚟有長有短，亦都可以伸出嚟，大家互相有唔同角度，由20幾至40零度，令到大家向外望嘅角窗角度盡量少影響。又保持翻個私隱，又可以攞到採光。則樓就用咗黃歐陽，大部分地產朋友都講嚟講去嗰幾樣嘢。嗰個廣告其實喺全香港嘅物業都啱用。不如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欣賞下則師點樣設計座大廈，付咗個尺價之外，某程度上都係欣賞下則師嘅設計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